从60岁嘅日代，唔了唔得到主昂，等到係第二人生嘅開始。白勇同學會都係有同泰國太子向下挑戰唔識做過嘅事情，實現透過嘅夢想，潛進深度嘅熱情同期待。準備了，佢能向下展開一場去拍的追夢旅程。我是为了身体健康，让我来参加了为啥业务队。没想到做在的运动中认识群，心气同样的好姊妹。因为个性很合，让我们的跳舞兴趣能坚持了10多年，也跳出了真感情。我们不止平时一起练舞，生活中也会互相支持帮忙，让我们有更深的牵绊。约好了，我们要继续舞动下去哦。我也拜訪嘅三位太子啊，因為係對無共樣嘅素材來到台中市嘅向心力，因真有共樣嘅興趣，因為真經過有向心力咯。一禮拜聽講會見5日，禮拜1到拜5都可以對一隻公園簽到一年，起碼嘅興趣呢，我嚟看下先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應該就會贏呢。還有做個制服哦，同規模嘅感覺個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那我們休息一下哦，哈，好。嗨，姐姐，哎，我确定一下，曼云姐，对，秀静姐，对，碧燕姐，对。那多坤能刚刚这样跳很有规模，光是服装就很厉害的感觉。所以你们是成立多久了？我们成立将近大概10年。哦，有10年，你们在一起跳10年了。对了，哇！而且我听说你们1周5天。对，你们很夸张哎。我妈妈也有跳舞，没有像你们这样。为了生动，为了运动，大家也可以聊点八卦。对，走出来就是赚到了。难怪你们看起来都很年轻。有吗？应该是因为这样，对不对？有跳舞，但是你看，就是只有2位有拿道具。刚刚我有看到一个人好像很凶的感觉，所以这位是班长吗？有很凶吗？监老师哦，你看起来有点严肃哦。都是他编的啊，真的哦，是，对。哦，所以曼云姐是编舞老师。对。那曼云姐原本是做什么工作？我原本是在教毛衣编织，教了20几年。已经没落了，没落不会啊，手工打的已经哦，所以也就慢慢退休了，我就退休了。那秀静姐呢？我是做那个早餐连锁店，做到太累了就休息了，就一直就开始跳舞了。那这个舞队是当初怎么成立的？当初是里长成立的。里长是想给里民有一个运动的地方，最多的时候30几位，那时候也是有请老师啊，后来就慢慢的人，有些人就不想跳就退出了，然后跳到最后就人越来越少请不起老师哦，所以你就变老师，对，他就一直去进修啊，我就去进修，然后就把这个舞队又继续带下去。差不多我们3个在舞队是最久的啦，最资深的。哦，你们是元老，对。哦，那当初为什么你是自己觉得说这个舞队不能停？对，舍不得啦，因为毕竟我们那么久了哈，你让它停下来有点可惜呀。如果我能够贡献一点力量的话，让它继续下去，然后大家又有一个地方可以运动。
哦，那这样你教你有收学费吗？没有，啊，真的哦。对，所以我们这些衣服都是从学会来的。你怎么那么有心要？是很爱跳舞，还是很爱这群姐妹？都有吧？都有。对，我们都像一家人一样。那你嘞？你不是也元老？你负责做什么？我负责多嘞，对，都负责衣服很多衣衣服都他在负责的。我们那个衣服很多套了，它就是表演完的那个衣服哈，收回来啊，都放在我们家了。所以我说他是我们的经纪人，舞队经纪人，真的很像哎。刚刚就有讲到你们1周5天会来这个公园练舞嘛，哈，所以曼云姐跟秀静姐都是这里的里民，都是住附近。那燕姐你迄亚家个里民啊，没待到呀，没向心里的人。哦，待三河里，来到呀而已就差不多10分钟。骑车，哦，骑好多摆差不多10分钟。哦，当然你要同善忙呢，哈，味道健康，还有要有姊妹呀，非常好的姐妹们，嗰时候就愿意当然啊，骑车过来，对啊，哦，来跳舞。刚头摆做嘛个跳舞呢？不能丢卡。家庭主妇，家庭主妇，这个带要当保姆，生野胎以后，就出去工作了哈。然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大楼的保全人员。你做保全？对，就做到总干事。后来保全杭州都是总干事哦。对，做了总干事，做了那5年吧。然后呢，很喜欢那个那时候啦，亲兄会做那个超市的那个收银员有啦，我就超喜欢的。为什么？就是很喜欢接触人群，服务人家就觉得心欢喜。对。超市我是从收银员做到组长，然后做到副店长，然后9年了，待了9年。哦，还有同好对你接触啊？对。那你在舞队负责什么？负责跳舞。骂茶跳青吼，老师啊。那老师觉得这2位谁跳的最好？都跳得不错啊。哦，不然就被你踢走了。欣赏会搞啦，也很有耐心啊。这次我们有这个机会啊，就是邀请3位来参加花样同学会，我们就是老朋友要一起做一个没做过的事情。你们现在有想到什么挑战？没做过的，我最想做的就是，因为我很喜欢唱歌，所以呢，最喜欢挑战的就是歌仔戏。我也是很喜欢歌仔戏。歌仔戏，我从小就很爱看歌仔戏。歌仔戏那要身段呢。对啊，所以才想学啊。你有没有想象那个服装穿起来会怎样？应该很帅吧？那2位嘞？歌仔戏我没办法。我觉得那个身段很难吧，还要唱歌，还要这个没办法。他喜欢唱歌，我不喜欢。不会唱歌好像就很难吗？不会才要挑战啊，对不对？觉得哇，说服不了他们。那你们2位呢？有想要做什么吗？我是觉得那天我去看了一部舞台剧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演舞台剧。考虑吧，演舞台剧是一种舞台剧哦，不一样啊，不要唱啊，对不对？舞台剧不要唱，用说的。那个要演戏要背剧本背剧本应该还好吧？是吗？我记忆力不好。对啊。那怎么办？这个记性很好的，对啊，觉得没问题。进舞步，他会编舞教我们，他应该舞台剧没问题啦，但是我们没办法。觉得要背那些很难。那秀静姐呢？你有想到什么吗？那你有什么想法？这也不要，那也不要，那你要什么？哎妈该！我是想说哈，朝着我们没有挑战过的舞蹈，我有看到一部电影。什么电影？啦啦链。啦啦链。好冷了，赶快啦啦链。里面那个舞哈，我觉得还很活泼，我们来尝试看看好不好？挑战看看。你说男女主角跳的那个？对，可以吗？那个感觉跳起来很轻松，对，就跟你们跳的真的是风格不一样，对，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想要尝试看，结果这2位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对啊，就是不小心就只好答应了，只知道拉拉链，不是真的拉拉链，那种
好像叫 swing 摇摆舞，现在很多年轻人会在像这种地方啊，他们开 party 的时候也会跳，就感觉很轻松。你们应该会很 OK 啦，要不要一起挑战看看？歌仔戏也要背剧本哦，舞台剧也要。这个很怕背耶。看看吧。应该没问题啊。哦，感觉很阿萨里，没问题。跳舞你应该 OK 吧？对啦，比较可以 OK 嘛，比较不担心。对啦，感觉你就是不要背，你就是不要唱歌。对对。那我就去找老师哦，一起欣赏，好不好？我们来挑战，也是感觉跟你们的真的差。俺妹弟呢，俺没跳好呢。我们去学了就知道喽。哦，决定。好，对，好。摇摆舞是对美國傳來嘅沙狗舞，批定爵士音樂，想用嚟跳就用嚟跳。團結到太子提供場項見很口好見跳嘅舞蹈，嘅是全無相同哦。愛學跳搖擺舞，聽說要有基本嘅原理感。美國強調腳蹼要加卡模，韓國不是又有專強嘅舞步，故所平衡感美國重要。作為沙狗嘅重要舞步。舞盤同舞盤嘅相互配合，咪係其中一項難度。最尾還聽錯愛隨時保持分頭手面，那係真標準嘅搖擺舞。跟老師約公園，你教樂齡妹好幾年哦。好，哎，老師好，老師好 ，Hello， 嗨。哦，开始跳了哦！感觉很轻松哎哈，很棒哎！老师好棒，跳得很棒哈！好，谢谢，很会讲话。这是我们要练的舞吗？会不会太难了？太专业了，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胜任呐？哇，老师好帅哦，有点被吓到。如果叫我们这样跳的话，我们跳得起来吗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挑战。Swing 到底是什么？老师跟我们解释。Swing 是一个叫做摇摆嘛，那其实我们上面总称叫爵士，爵士下面有很多分叉的系列。摇摆是一种很复古，1920年到1950年流行的一种音乐。因为很少有人在跳摇滚，摇摆，很少有人在跳。哦，对，比较年轻人。但老师其实主攻银发族。对，我在社区大学、还有乐音大学、还有运动都会教课。所以对你来说，其实他们很年轻，他们很年轻，因为是全民都可以跳的舞。因为我最高学年目前是93岁，在板桥运动中心还在上课。93岁，哇，那我们算年轻。对，年轻人。那姐姐们刚刚看完有没有就很想学？对呀，老师跳得太棒了，谢谢你们。看姐姐们都跃跃欲试，我们就马上来上课了。 OK， 就跟我走 ，Go。好，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练一下基本的动作。我们现在前面会是先教单人的，后面才会有双人的，所以放轻松。摇摆爵士舞非常好玩，好不好？最后是要双人跳。对，最后要双人跳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还要请各位配对一下，谁要当 leader， 谁要当 follow。所以 swing 也有 leader 跟有，我们有分单人 solo 跟双人的 pair up， 所以都会有分。看一下我的脚，看一下左右左点点，右点点，记得是用脚尖哦。左右左点点，右点点，记得我们手要打开来看一下手，左右向左平衡，向右平衡，左右向左平衡，向右平衡。注意哦，手是舞蹈的延伸。我们通常会了脚以后，手就不要忘记了。我们再一次手打开，好，左右左点点，右点点，后前左点点，右点点。好，下个动作就是要升级了，我们要转圈。看一下，我先看我做，左右左点点，右点点，左右左点点，右点点。发生什么事？毕业发生什么事？我们之前跳的那一种排舞比较没有在转圈，所以转圈是一种挑战。
迷路是正常的。通常我们在跳舞在转圈的时候，人是最容易失去方向感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老师，那膝盖是弯着。我们在跳这个摇摆爵士舞，膝盖一直都是弯的，一直会是有弹性的。好，接下来下一个哦，叫做脚跟 heels。我们爵士舞常常会用身体的各个部位跳舞，有时候会用这里，等一下现在用脚跟。你们要说，哎，脚跟怎么跳，对不对？开合开合。1、2、3、4这样。这个真的，这个真的要练了。哎，我们来身上来手借我来做，哎，是不是觉得有安全锁很棒，对不对？100分有差呢，你也需要啊。我试看看，我先试看看。等，哎，不错啊，可以吗？可以的，我们2个这样子 OK 啊。 1、2、3，有安全锁才会做很完美。会了吗？那我们从前面接到后面好不好？1、2、3 and 4、5 and 6。1、2、3 and 4、5 and 6。1、2、3、4。我没跟上。哎，你没跟上哦。哎呦，如果你第4跟上，我就没有饭吃了，好吗 ？OK， 再一次哦。1、2、3 and 4、5 and 6。1、2、3 and 4。5 and 6， 1、2、3。我有。小心哦，小心会跌倒。其实有喽，现在只差一件事情，加上手。你要抓什么？你是要突然在划拳了，所以记得手是打开这样，打开收起来，打开收起来。那你也 OK 了嘛？对不对 OK 你是最标准的人。老师啊，老师啊，老师。接下来是这一个里面最难的动作 ，camp walk 叫骆驼。来看要怎么走哦。哇，这有点难哦。它走起来很像骆驼的感觉，这样。哦，好，这是第一个小难关，脚跟、脚尖、脚跟、脚尖。接下来就是手、肩膀跟上面喽，因为像脚都没问题，现在换上面喽。我们常常跳舞会分上下嘛，我们学了脚就还有手，好刺激哦。来这边，好，起来，再下去，起来，太下去了，起来，你是认真下去。地上没有那个点黄金。对，今天跳这个舞就是要认识你身体每个部位，就是去掌握那些很奇怪不会用到的小肌肉群，对不对？真的是以前都没用到的。好，我们现在走这边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换边，2、等一下，3、4、5、6、7、8 ，OK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你都走同一边？等一下。你为什么是先这样走完之后，然后再这样走？再一次在这，左脚先啊！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换边，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停。哦，好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好，我们来练一次，我看你哦，5、6、7，来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OK， 来，换你，不然换我。1、2，蛋子，对，蛋子，太帅，受不了，蛋子，忍不住。好来，1，看我，3、4、5、6、7。等下你一直往那边走干嘛？等一下，你能不能走直线啊，姐？这个我真的，就他说的骆驼走路，跳起来蛮好笑的。下个动作看一下哦，是右左左右右左左右，这个叫 turn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哎，等来，别等来，你要回来啊！因为你这样子转了1/4，最后你要转3/4。3、4、5、6、对呀，因为我们一边才半圈，你就是一开始就1/4，最后你要转3/4，很累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走的是我们爵士最常做的一个简单的往前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接下来刺激就来了，我们一个小地方叫 keyboard chain， 踢踩踩，交叉脚，转圈，可以吗？转圈这个会有点难哦。哦，这个转圈我们以前都没有遇到过，有一点难。有点难哈。我们先看踢踩踩，
踢右左，交叉脚前交叉，然后双手向右边拉。记得转圈的速度是依照你甩手速度，所以转圈的时候就会变这样。哎，你回不来，你怎么变这样？在转圈的时候比较会站不稳。这个我们地板不好不协，转不过去，一切都是地板的错。我懂，对我懂，对你们真的很聪明。我想说，天哪，最怕转圈，因为我转圈很差，我会晕。转圈的稳定度，因为他们转圈的时候可能会头是斜的，那最后转出来就会是斜的。如果我们头保持是正的，眼睛看前方，转出来就会是正的。转圈比较不能转到位，除了曼媛老师学的比较好以外，我跟秀晶应该还要再加强。呀哈应该算遇到真太困难去转圈，因为大家去做补海嘛，啊呀又係安尼嘅父母嚟提，古說其實本單一路係過自歪啦，古說過唔好轉，啊這伊人就會講我講轉呢個唔好看，唔過咧我講我對早晨安尼上下來啊。上面這真嘅係有跳舞嘅用啊！看我伊人嘅進步比啊上上嘅韓國好，係我講過厲害。故說雖然一下大家嗰種會想講，我一片轉圈唔好，啊先生講係過重要嘅pose 吼，不過大家還係繼續一練，我對伊能夠有信心。老師，我們剛剛跳的，好嗎？義勇那邊，最後一個駱駝可能。因為腳的部分跟不上他們，所以就變成脫隊。唯一會脫隊就是你而已。好，我最後一次有努力往。對，有，但是那個地方就是可能，因為你長得真的比較高一點，所以你就是動作大一點就好了。好，就這裡，燕子好了，燕子已經超越了那個搖擺舞該有的那個優雅悠閒，它非常的嗨。我想我先喝2杯再來，我覺得這個態度超棒。然後接下來是曼雲姐，我覺得是太緊張了。哦，有嗎？你有覺得他有太緊張了？對，他的笑容真的比較少，他很認真想要知道每個動作怎麼做，所以你知道他有班長跟老師的偶包啦，好吧，是這樣的，對所以就是他的動作就是基本上他真的完全像1分1毫都沒有偏差，可是就是他很謹慎，而且他也不會低頭，可是他就會表情很嚴肅這樣。認真的跳，我很認真。所以那個也認真忘了要開心。對，最後秀靜會讓我覺得最神乎其技，他偶爾會轉過去，偶爾會轉過來，我去哪裡？已經在排隊型了，秀靜你在排隊型。我覺得你把難度變得很難，我沒有教這麼難啊，為什麼你要把它加難？我教太簡單，對不對？我個人問題。以你們來講，其實都 OK， 因為其實。在這樣練習的過程中，其實我們都知道我們怎麼樣運用身體每一個部位，這其實很棒。因為大家都跳過舞，所以那個進展其實非常快。姐姐們很厲害啊，對，很厲害，你也很厲害。老師，那我們剛剛教這樣有一半了嗎？大概是1/10吧。太誇張了，我們要趕進度了。要趕進度，我希望能看你們懲罰，我很期待。好，再加油好不好？好，那我趕快來練習，不要再吃了，不要再吃了。1周教會1首歌，其實是一個蠻艱巨的任務，其實會有點擔心。好，我們現在要轉移陣地哈，沒因為要加個高粱哦，但是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原因是，我們剛剛在外面穿着布鞋要轉圈，還蠻難的。對，那個地真的很難轉，對，太摩擦力太強了。我們絕對不是想要乘涼。那這樣應該就會轉得很好，對不對？我們再做一次好不好？好，我們再練一次哦，這樣應該就全部都可以轉得成功，對不對？哇，現在就沒有借口了呢。真的被發現。好，我們再練一次哦，3、2、3、4，準備右轉。搖擺舞對很多的太子來講係一個全新嘅舞譜，就算係登上跳舞嘅人，未會遇到難剔頭嘅問題。基本嘅轉圈、路團一道太子，長次都會很唔敢，更可多多嘅加強訓練。就算對一道全新嘅舞譜過唔慣，很多嘅太子未唔放棄硬練習，一次練到第2擺上課，唔啲人能嘅情形用嚟呢，人能看下嚟看下嚟。好，我們這次是第2次上課了。
先问一下姐姐们，那一天上完感觉是什么？那一天晚上回去就酸了，很好睡这里好睡，真的哦真的很好睡有史以来最好睡。所以看起来很轻松，其其实。实没有那么简单。对呀。哦，哎，那你们第一天跳就已经很酸了，那现每天练的现在呢？掰咖，啊，真的不会。哦，哎，所以老师有看姐姐们的影片，有，我对不对看影片，我看影片。哦，那看了要第一期的讲评一下吗？我先讲一下曼云。 OK，曼云好好，曼云其实动作是里面最标准的，她右边很漂亮，就跟示范动作一模一样，很漂亮。哦，所以只要加练左边就好。对啊，其实要加练左边。曼云都没有笑，她很严肃的跳每个动作，她怎么说？其实她的重点是她的表情管理是需要再加强。对，因为我很认真在记，对，所以就忘记脸部。我们跳 swing dance 摇摆爵士舞很注重的是膝盖的那个柔软度，就是所谓的 bounce。可是这部分可能没有做出来，我们只有把脚步踩对，所以记得要软软的跨过去，只差这边而已。小燕子最强的是笑容，笑容真的很厉害，从头笑到尾，你的表情是这边里面最棒的，所以要保持下去哦。你的膝盖也蛮有弹性的，所以你跳起来最有摇摆感觉。你是目前膝盖熊能 Q 的狼。对，现在开始要讲问题了，就是跳 heels 脚跟的部分，脚跟的部分要开的，因为你会做成这样，这不像你啊，你明明就很豪迈很 open， 怎么做成这样？那个最难的地方这边。这个我发现你数不到拍子，你可能因为你要转圈，所以紧张。你前面的准备工作就是1、2就已经开始很紧张。薛静姐，你为什么笑了呢？邱静姐她其实最强的是她这个地方最强，哇，她最有摇摆的感觉。然后接下来是骆驼的左右边都要练。最重要的是你是属于比较害羞内向那一款的。因为你所有的动作都比他们小很多，所以你记得所有动作都是 open 再 open 啊，夸张的。嘿，很夸张。踢踩部分，那你会记得轻巧一点就好。最后一个是怎么那么多个？哎，老师，我们到底教一半了没啊？一半了。对，一半了。哦，好。swing dance 里面有2种嘛，有分单人跟双人，接下来就是双人舞。来，我们来练习一下这个新动作。好，这叫 G walk， 但是是2人的。我们先练基本款。好吧，开始哈。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这里常常有时候会是 ending pose 后，因为它拍到就很好看嘛。所以呢，你要能学会真的完全打开，打开，靠近，打开，靠近，打开，靠近，打开。靠近，燕子，你出去的时候要一个哄嗓，你只有拉进来，但不想送他出去，占有欲比较强。对，这样因为跟后面明显差很多。然后你记得他推你的时候要有反应哦。你刚刚的反应就是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依。跳双人舞最重要就是两边都有责任，有 responsibility。来推，好出去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的是不是？对呀。推的时候。没有，你要出去，人要出去哦，对，要出去，我要出去，对。我来，你看哦，我推你的时候你要出去。我给你看，这样，好，这样，好，真的好，真的好，对，出去。然后人也要出去，人出去。我们跳双人舞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叫 high five， 各位试看 high five，high five， 这是 high five， 为什么他换另外一个伙伴？他们希望能认识不一样的人，跟不一样的人跳舞，可是跟不一样的人跳舞。默契可能就会归零，但是就是好玩在这里。然后我们先试试看，前后你跟他交换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2、3、4，打开，看前面很好，打开 ，yes， 有了。我们刚刚不是前面都会有一个基本动作跟一个变化型嘛，所以我们要做变化型，一直在做2个以后，1、2、3、4，先让你熟悉后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4、2、3、4，好，来了，我们试试看 high five， 回到原来的伙伴身上，看会怎么样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好，0分。好像真的这样搭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哎，好有趣，是不是？
原来跳摇摆舞同基本舞谱练好，不过系基础天天。真正困难嘅系要同跳舞盘培养双人默契。先生为到爱加强我哋双盘之间嘅幸福同默契，那位有音乐要同我哋加强训练。我们为什么现在在羽毛球场？今天要玩一些小游戏，让大家可以就是快速的熟悉，不管是彼此，或者是更信任你旁边那个伙伴。我要玩的游戏就是我说什么你做什么，我希望你们就是而且是动态的，我希望你们能演出来。例如我说你们是脚踏车，你就要说我是脚踏车，然后开始表演脚踏车的样子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试试看。好，我们先来一题热身的哈。第一题，我是企鹅。我是企鹅。好。第二题，你是孙悟空。我是孙悟空。很好，很好。好，你看这时候看出来默契不太一样，很好玩哦。我很性感。来，请喊。我很性感。好。我不会比。其实就是要打开你们的想象力，因为当你们可以越来越接受不同的风格的时候，你们跳舞的感觉会不一样，就是所谓的舞感。就例如我现在我很性感，所以我跳这个爵士舞就会变得不一样。我很严肃，跳起来又是另外一种感觉。我是大树。我是大树。请问你刚刚最后在想到什么东西？大树苍天吗？大树苍天呐啊！我是长颈鹿。我是长颈鹿。长颈鹿。我是长。刚刚不错哦，你们两个也不错，都有哎，奇怪了，每个结果这两个女生有默契，两个男生有默契。对啊，怎么办？所以接下来是另外一种新人的默契。我们现在要做3点不漏，现在需要你放在我的肩上，放不上的话没关系，因为我太高，放这边。接下来是放这里 ，leader 的手要有呈现一个小山包，放在中间，这边还有一个手肘靠紧3个点，这是我们跳摇摆舞最基本的3点不漏。因为什么呢？等一下一样，这次是带着走，可是带着走，现在眼睛睁开哦，可是眼睛睁开可是要带着顺，而且呢是要用3个点来控制你的伙伴前进，所以是这个点、这个点跟这个点，谁是前进的开关，谁是后退的开关？来，在场内走，开始。你的手是算是一个导航，对。然后这一只手要后退啊。不是用讲的哦，不是用讲的，是用身体。好，要放在肾哦，不是放在腰哦，肾哦。恰恰。肾哦。有那个缓冲力，很棒，燕子很棒。好，停。OK， 好，来我问一下，觉得怎么样？很好玩。很好玩哦。对，因为比较放松。那你有在自己往前走吗？没有哈。就他都听他的指引啊。所以曼云你觉得走起来还蛮顺的，不会，他不会这样紧急上。不会，完全不会。我觉得曼云姐就是很愿意被带，所以就会很顺。好，我们再玩个小游戏，交换一下。来拜，连着你。好，这个交换。对。不错。哎呦，好，停，是不是跟刚刚原来不一样？他带的感觉是比较一龙在带比较顺。其实燕子也带的不错哎，他后退前进他都有那个指令，我都知道。他是用讲的还是？没有用讲的，没有。可是我刚好听到呢，我要转圈了哦。我们要开始练习了吗？继续上课了。好，我们开始练习吧。好。OK， 好，加油喽，走。好，走。走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4、2、3、4、5、6，记得哦。这样就要踏了。3、2的时候 ，leader 记得3、2的时候，3、2，对，拉2的时候拉，4、2拉。这个关键就在于2位 leader 身上，在2位身上，有没有做出来，就没办法做出那个美的交换。2、2、3、4，准备交换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同一边。看一下啊，看我的手，往上，往下，往上，shoot yes， 好，来走，5、6，容易忘记。对，但如果你是拉往下。
往上啊，对，往下，来不及。4、2、3、4，你手都不行了。不是你过去的时候要脚就不对了。对呀，对呀。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对。 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停！哇！这段音乐中间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桥段，所以呢，我们需要 follow 先跳。哦，女生要摆 pose 就是了。所以那个就没有舞步，就自己也是自己用。对，好，哇，都好凶狠哦，都置人于死的，就是噔噔噔，都是不正常的动作，那我就被打。都不正常啊。好，来了。这个怎么想啊？他们都比较好跳。你是不是觉得动作很难？对，类似这样。没有动作很难，你随便想就好。例如你可以想我炒饭，然后我甩锅。刚刚的也可以，洗衣机、长颈鹿、企对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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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可以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打鼓。同样的太极嘅练习，越来越好诶。大家要常常练练，练到摆，跳到越来越好。欣赏体舞图编排当中，唔单止靠让舞步跳来数目，两个人格羡慕，甚至还会让人临时想到乜嘅裸体加入创作地度。韩国体育当中，还听出会记得随时保持笑眯眯嘅。摇摆舞拍就是影响素跟摇摆。感覺我哋越來越接近搖擺舞最精華嘅素材嘅。崇拜上課過後啊，家己一隻過年，我同三妹姐姐其實已經3個禮拜冇見了哦。啊，今日如果成個發表誒，唔啲呢按有基因講嘅人呢會非常緊張嘛，啊咩唔啲按無限嘅人呢又好好練嘛，我想我來突擊檢查。按因子喏，見睇啲嘢呢。整齐呢，姐姐，哎，你们练得很整齐呢，很厉害。来头算了一下哦，我算了一下，我们上一次见面是3个礼拜前呢，隔很久。对。啊，唐贡，听说你们练得很认真。是啊，我们很用心呢，超用心，而且你们有够狠呢，好像是俺人踢第一组哈，就是把老师抠来，从台北抠到台中来。对啊，对啊。你们一组嘛，我们一组，啊，我们在家都是。我们对着空气，你也是，我也是跟空气练。你有跟燕子姐练吗？有稍微配一下，但是你们真的很用心哎，就是好像衣服也很认真找。哦，对啊，对呀，找到我们两个脚都快断掉了。啊，还有就是到我们是练完，然后因为还没有定妆，剩下3天，我们超紧张的，我们比你们紧张好不好？就是找衣服、找鞋子，啊，最后2天说男生要穿皮鞋。哦，他穿了一双皮鞋，根本不能跳啊！还有，他就是这样啊！我如果还没有退下起来，就一直就这样，他好快啊！我以为是我的问题，结果叫他跟他配，他也是出现同样的问题。哦，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练很 man 对没？穿了皮鞋就练很 man 哦，而且又不合脚，她穿她老公的。要懂眼中唔得哒。好，刚刚下珠下午就要成果展了哦。让他心情用哎，董紧张，董运中，我有，你一定最紧张的，对，我一定是最紧张的哦。你看都流汗了，假的，真的都流汗了啊！对啊，你们2个没问题
啦可。是我们都没有搭没有默契耶，对，还没搭过啊，对，好那紧张啊。你会担心吗？不会啦，应该我们昨天已经培养过默契了，只要他不穿皮鞋就 OK 了。那就剩我们默契要培养对，就剩我们2个。好，那我们再陪我恶补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啊好。还没。等一下你讲慢一点，好紧张啊！冲台。观众朋友、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好。你们应该都是曼云、秀静和那个毕燕的亲朋好友，对不对？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成果展。那3位姐姐呢，非常的有责任感，很认真在练。但是我们要跳的这个摇摆舞 swing 是要很轻松的。那请各位就来欣赏我们的表演喽。好。感觉如何？跳错了啦！太紧张，太紧张。这个人，你不要讲，不会有观众发现呐。感觉结束比跳的时候还开心呢，这样对吗？对啊，因为好开心哦，终于完成任务了。那我现在来问问刚刚认不出你们的观众朋友，曼云姐的老公，对不对？辉哥，后来找不到我太太。太年轻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头发要去染黑头。刚刚看觉得如何？像回到从前。这样讲
讲好像你会跳，你们以前有跳舞吗？我教他跳舞的。那你等一下下来一起哦。他刚刚打几分？将近要100了。哦，我们老师曼玲老师差点认不出来啊，眼睛睁得好大哦，变得年轻又漂亮，又有活力。哎，首先你有认出妈妈吗？真的假的？平常平时都是在沙发里面的妈妈，很少会穿小洋装。她平常其实在家里就是有在舞团啊，然后在家里其实就在我们面前，就是随时听到音乐就会开始摇摆起来。哎，这是你的儿子吗？对对对。你第一次看阿妈跳舞吗？没有，但他是第一次跳这个。那你觉得他跳的怎么样？很好，完全看不出是我们认不出来是我们的同学，因为我今天就是来看漂亮的，然后我们就探着头说，哎，我们曼玲同学，结果她就在我们旁边，完全认不出来。这种曲风我好喜欢哦，就是那种jazz的那种味道，我觉得很棒，他那一种舞感也很好，他整个人看起来婀娜多姿。哇，你用到好多形容词，你完蛋，你等一下要下来一起跳。刚刚看到亲家母，有认出来吗？第一眼就吓到了，不像嘛哈，他不年轻，我也变年轻了，对不对？今天他们的表现相当好，真的是102分，好棒哦，真的。感谢给力冷坤。大家应该很好奇哈，这3位姐姐才上2堂课就可以变这样子，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劳苦功高的 Chris 老师。你这次教这3位姐姐，有没有什么心得？哦，我觉得他们一开始训练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很紧张，可是我发现他们有舞蹈底子，我就觉得我一点都不担心啊。哦，反正他们是不是真的学很快？他们学很快，我觉得他们给自己压力太大，他们想要完美，对不对？对。结果跳最好的是什么？后来因为他们开心，就越跳越好，所以开心会比完美更重要，好吗？好，谢谢老师。老师一直跟我们说 ，swing 就是要很开心。那我们今天那么多观众朋友，刚刚已经有人说哇，看起来很想下来。老师是可以教我们几招简单的，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动一下，好不好？今天天气那么好，来，请大家上来。左脚，右脚，好 ，OK， 要再一次哦，左右。咱元宵节哦，闭眼睛啊，认真跳舞变做好姊妹耶，真係幾好嘅養分哦。他們認真跳舞，因為呢心呢非常嘅快樂，佢定然笑啊嗬。阿妹佢有自然感，練下佢勢嘛，佢說一擺有安好嘅成果。啊一擺呢，咩係人哋發用同學飛過難得嗬，最尾係親戚朋友、觀眾朋友搶下夾嘅，搶下來跳。誒，有咩表示啊？無論伊多細，唔都做得來跳舞。唔單唱跳舞，你可以去做任何你想去做的事情。曼云，我非常感谢你这次的挑战，你对我的帮助非常大，很多细节你都会帮我注意，然后会帮我调整，所以让我可以跟秀娟配合的更融洽、更美好。非常谢谢你让我把双人舞跳得这么的完美，非常感谢你。秀静，我要谢谢你，从我进入向心舞队，我发现你是对跳舞非常的执着，要求也非常高的一个好姐妹。你常常都是我的借鉴，我这次能跟你一起合作跳这个摇摆舞，我非常谢谢你对我的指导，谢谢你。我要谢谢曼玲，你把我调整舞步。让我能完成这个任务，我非常的感谢你，我很开心我们共同完成了任务，谢谢燕子你，没有你当我的舞伴，我真的也没有办法完成这么好的任务。秀静，谢谢你这么努力的练习，真的很感动。你真的很努力，我知道你一直要让我们很完美的来达成这次的任务。燕子也是，燕子谢谢你，因为有你，我们才可以这么完美、这么漂亮的来跳完这一首舞。谢谢你们2位。